過去3年，海關一共檢獲76宗動物走私個案，其中2025年就有28宗，比2023年嘅21宗上升超過30%。愛護動物協會指出，佢哋舊年拯救咗大約5000隻流浪動物，當中有大約30%係一般比較貴嘅純種貓狗，而當中就以貓隻居多，懷疑係同走私有關。唔應該咁多啲純種嘅動物翻嚟出現嘅。好多時我哋經過你整個翻嚟動物咧，佢唔係啲健康動物。咁好多時我哋發現短貓啦，我哋見到佢可能啲貓嘅貓瘟啦，或者有好多嚴重啲可能貓嘅體內病毒啦，有時純種嘅檢隻嘅話咧，其實冇精準嘅話咧，咁呢時我哋都懷疑佢係有機會就係非法入境呢啲動物。發現呢類懷疑嘅個案，佢哋會通報漁護署同埋海關。一旦證實涉及走私，貓狗會先隔離120日，再經外協安排領養，不過未必成事。照顧佢個健康情況咧，有啲病方面嚟講咧，其實因為佢哋可能會係有咧好差，咁好差之後嚟講咧，其實我哋都未必按到佢做嘅結果嘅。咁有啲都有成功嘅，有啲個案嚟講咧就話經過我哋醫治之後咧就好翻，就重新又揾到住人哋嘅。政府喺舊年嘅6月將內地進口貓狗嘅檢疫期由原先嘅120日縮短去到30日。環境及生態局早前回應議員質詢嘅時候就話，措施有助減輕走私，不過有動物組織就認為未必有效。最大嘅源頭係寵物市場，最大嘅走私嘅源頭係來自上面一個好大嘅市場力量，好平嘅寵物要嚟到香港，而香港我哋本地供應嘅寵物咧，我哋嘅價錢係唔夠上面鬥嘅，咁於是乎係一個好自然嘅市場力量。